这礼拜4、5月18，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一日迄天，全台湾侪文化部下骹咧管的博物馆，拢会当免钱入去参观。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经过要3年的整修甲翻新，嘛打算要伫5月19重新开放，要互民众了解台湾3万年来的历史变迁。菲律宾岛上的发现一颗也是用台湾玉做成一模一样的物件，这也代表那个时候台湾的这种玉石的外销以及人群跟岛外的这个互动是算非常密切。伫导览人员的解说之下，了解台湾甲南岛历史的关系。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自2020年闭馆，进行建筑再造甲展览更新。经过要3年的时间，打算要伫5月19重新开馆。台湾过去这30年来，台湾考古学界出土非常多。使我们更新了关于台湾土地的认识，让我们重新认识台湾不只是1万年，甚至认识到3万年前就有人类的文化的遗迹。王中华表示，除了史前文化博物馆也收藏原住民歌手孙敏的金曲奖杯、原住民棒球选手林志胜的球衫等等文物，除了是记录现代原住民族的成就，也参现代民族的生活经验结合。博物馆日是我们国际性的节日啊。那这一天，除了我们辖下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参观之外，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其实博物馆应该是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这一次在518，我们即将重新开馆的史前馆，更是一个了解我们自己所站在这块土地的前世今生的一个好机会。文化部表示，5月18国际博物馆日，除了全台有侪博物馆、地方文化馆通免费参观，也有推出博物馆出版品、周边商品的优惠，鼓励民众做伙行入博物馆来开眼界。记者郭伟霆随台北报道。